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国军化学兵伫即间防疫中徛伫第一线，时常爱到较近的所在，或者是防疫旅馆、感染风险较悬的所在来做清消的工作。上午市长代表市民前往慰劳甲感谢，市长嘛特别拨出部分的疫苗，予化学兵来优先施打。今天特别到我们国军的营区来看我们化学兵这个施打疫苗的状况，因为国军化学兵部队事实上在这次的防疫战争中里面也是站在第一线，常常要到确诊的地方，或是防疫旅馆，或是相对感染风险高的地方来做清消的工作，所以我们表示对国军化学兵部队的一个辛苦在防疫中的一个重要性，我们表示敬意跟谢意，所以特别拨出了部分的量能，来让我们化学兵弟兄能够优先施打。这我想说，也代表台南市的市民谢谢八军团，也谢谢国军化学兵的弟兄能够在不仅平常保家卫国，而且在这个防疫战争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所以非常谢谢他们，也今天特别来看看他们施打的状况。市长强调，虽然目前国内的新冠疫苗数量有限，但只要疫苗一到，就会以上紧的速度帮所有清消的化学兵来完成接种，以保障国军的身体健康。今仔日三九化学兵群经过量体温、血压、填写同意书加医生的评估以后，进行接种，施打的人数大约100人左右。台南新闻员刘品言采访报道。